大家好，今日係12月29號，估呢個係桂味。桂味呢，我哋前2天就殺過嗰啲牙仔嘅。殺牙仔呢就冇得殺死個骨，就係殺死個葉，咁樣就係啱。殺死個葉，我哋用咩嘢殺呢？就用個乙氧佛草米3%個20毫升，就對水102斤至106斤，你睇你個牙仔嚟殺，就冇得殺膠個牙呢條骨。殺死過後，過2天我哋呢就要束花桂味。束花用咩束花呢？就用個磷酸二氫鉀100克，就加荔枝綠眼專用流體硼50毫升，對水100斤，就係咁噴落去，噴濕濕，就係幫助佢嗰隻桂味個花芽形成，提高佢個成花率。啱啱做嗰隻元旦後就有鋪冷空氣，所以呢都啱時間估2日就係做嗰步工作，噴落去呢就幫助佢個桂味成花，提高佢個成花率。元旦後就有一鋪冷空氣，即係講我哋估2天就愛束花，因為個氣溫高，佢噴落去嗰啲桂味呢，佢嗰呢個葉層佢吸收到，佢就愛天時暖噴落去，個效果就好。啱啱一噴落去，個冷空氣就來，就係幫助佢成花，提高佢個成花率。你大家一未買到呢，就喺個視頻下方咧點開嚟買，嗰隻嘢呢就係有用個。個荔枝綠眼專用流體硼呢，我哋年年都係用嘅，即係講桂味時間束花又係用嘅。做嗰隻妃子笑啊、白糖罌啊、嗰啲三葉紅啊、桂花香啊、嗰啲其他之類嘢，個花7到35公分長嘅時候，我哋又要噴嘅。改過呢就係要撞花，撞花我哋用幾多呢？100斤水就係用淡一啲仔，就用到35毫升，好似即係講到個母花開放嘅時候，壓個槍落去，就加嗰隻荔枝綠眼專用流體硼上去，就係放到50毫升100斤水，壓落去呢，使到個母花花粉滾生長，提高佢個授粉率，佢個母花慢慢開放，一批一批咁開，嗰呢個花就冇有爆花之日。我哋呢年年都係用到嘅，因為有好多果農做嗰隻去年用到嘅呢，都係講好嗰隻嘢呢係真係有用個。荔枝綠眼專用流體硼呢，一瓶就打1000幾2000斤水。去年造假個人多，今年呢個廠家呢就換回來嗰隻中濃麗大亞個嗰隻商標，你大家呢就要認真嗰隻中濃麗荔枝綠眼專用流體硼。你大家一未買到個呢，就喺個視頻下方咧點開嚟買。